那讲到这风台山道里，加上东北季风效应，或者家人的雨水量出现历史新高，也传出着崩山的灾情。伫新丰街一大社区边仔山架呢，就规个崩落来。另外，天外天分化路清洁大楼边仔山架也拢崩落来，10多台粪扫车入落去，现场是乱糟糟，市政府当咧派人抢修。 很恐怖哎，整个崩下来了。家人新丰街这个社区对厝顶看边仔走山的山坡，抱囡仔的张小姐一直讲真恐怖。伊和民先生拢伫台北上班，因为出去的交通已经封冻掉，包括惊有新的灾情，只好请假伫厝照顾囡仔。他们还不懂，可是看起来就会觉得替他们担心啊，自己也会担心安全。遐4点的时，汹涌嘣一声就大声的，啊，就叫阮出来阳台看的时，哇，就规个山拢变安尼啊，大一栋，大一栋，系啊，所以阮惊死啊，汹涌惊死。山道之风台，互家人的雨量是创778当来的新纪录。超级大水后嘛，地区各地拢出现土石落落来的灾情。不过市府宣布家人初时爱上班上课，或者在民众知后要处理真无方便，互因感觉真生气。是不是因为天气气候这个变化或极端气候的关系？这一点可能未来我们会再跟气象署来请教，这些雨量的落差是不是会变成一种常态？对这市长赵国良讲，参考气象署预报的雨量和实际状况是有差的，伊会和气象署来请教改进。伊一透早嘛到发生山坡走山的社区去视察，为了改善交通拍夹的情形，当地社区的管委会是真诚心，开放社区的车路到疏导。丁里长打电话来，我想说大家方便邻里，大家可以出门这样子。另外，环保局的天外天焚化炉清洁大楼边仔的边坡，嘛因为大雨地区出现大规模崩山的情形，有10几台粪扫车落落，予土石抬起来，现场真乱，政府嘛派人加速处理。像讲是不是水管登记起来一个看到走山崩山去啊？这里呼吁呢，我们现在如果有在这段时间需要来清洁大楼洽公的民众呢，先不要靠近我们的清洁大楼。 以安全为最重要的首要考量。市府强调讲，案发的地点是无人伫内面，会先抢救大型机具，而且进行抢修，已经架路封起来，而且请员工暂时莫入去大楼，保障因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